前見識演講，葡國二號範例客家嘅好秘事。各位評判先生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係1號，今晡日我愛演講嘅圖稿係編號2號客家嘅好秘事，客家嘅好秘事。初晡日，阿爸阿媽帶我來到公館看油桐花。阿爸講佢哋有一間客家餐廳已有名，一入到客家莊餐廳，看到菜色當上認識，有我親好食嘅文控肉、客家炒肉，還有豬血炒黃梨，各樣就害我看到口冷水嗒嗒跌落。阿爸講，也餐廳真有名嘅係炒板條誒，看到做下師傅大火炒等。切好嘅板條誒，夾定透牙炒，前後攞定客家香油，炒到板條油冷，還上認識呐。炒板條一道上桌，我夾拿碗筷，同阿爸阿媽搶下食，兩大盤嘅板條誒，一下誒做食鐵咧，也客家嘅好味試食咧，為本人親味哦，食板條誒嘅時節。阿爸想到過生嘅阿婆，亦記得寒食嘅時節。接啲阿婆嘅事背面停上停下，尤其係阿婆煮飯嘅時節，佢一批到香味，就會行到做下聽書，看定阿婆一下誒煮鹹菜湯，煎蘿蔔絲卵，一下誒煲炕肉，剁雞盤，兩下半就煮好幾下樣菜咧。老古人講，一年有福，千代萬福。阿婆嘅好孫兒，煮嘅客家好味事，係帶本福下人幸福嘅年頭。等我有機會，咩愛老也種好味事繼續傳下去，帶本更加多人幸福嘅感覺。我嘅演講就到也結束，承蒙大家按仔細。承蒙按仔細。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